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连锁的早餐店麦味登，讲这个原物料起价袂合理度，为18号开始，29个品项的价格调起5块到10块，像这个加料的汉堡、三明治，甲中式的餐点拢来起5块，部分的特产甲面类、饭类调起5块至10块。另外，这个同一个集团旗下的炸鸡大师，有20个品项调整4块至10块。有不少的民众面对这波的起价，拢害头讲真无奈。看起来真好食款的番薯鸡肉餐，本来价格是120块，起到130块；，有这个特产本来105块，起到101块，价格拢起差不多5块到10块。连锁早餐店麦味登对咧起价，民众感觉真无奈。太贵了，因为其他涨幅有的只涨5块啊，我不知道它涨到10块。可是原物料涨，他们涨得合理的话能接受。麦味登有119项的商品，有29项是伫18开始起价，像讲有南猪肉、青菜沙拉、甲中式点心，像菜头粿、葱仔饼等等，才起5块。中午餐部分的特产起5块到10块，面甲饭类这起上济起10块。价格波动比较大的，像是肉品。牛肉、猪肉、鸡肉，其他类别的一些项目啊，像面粉类，那主要还是针对调涨价格幅度比较高的，我们才有做调整。麦味登共一个集团的品牌18开始，嘛有20个品项，像这个鸡排为69块起到75块，鸡肉钱调关5块到6块，另外起上济是半鸡甲全家餐起10块。业者表示讲，因为肉品起价，所以讲食用油包括真济食材嘛拢起价。对生意人来讲，起价是不得已；，不过对咱一般的消费者来讲，真正负担是愈来愈重。